陸惠婷小姐 ，Mr. 姚慕元，邱志勤先生，各位嘉賓，各位工會嘅代表，我謹代表職工盟係熱烈歡迎大家今日嚟臨我哋呢一個研討會。我哋今日嘅研討會嘅主題呢係集體談判與工人衝決。自從2008年開始呢，除咗上一年，我哋職工盟呢每年都有舉辦類似嘅研討會，今次已經係第6次啦。我哋期望我哋嘅工會參與過呢個研討會，能夠深化對集體談判嘅認識，而且係確立呢個爭取集體談判權嘅作為佢哋工會嘅立場。其實集體談判權呢樣嘢呢，原來係所有僱員都應該擁有嘅一個基本嘅勞動權利，而且喺65年之前已經由國際勞工公約呢係加以肯定㗎啦。不過我哋香港嘅打工仔呢，就到今日都未能夠真正享有呢項基本嘅權利，因為我哋嘅政府係一直都唔肯實施國際勞工公約嘅有關規定，一直都唔肯以立法呢去肯定呢一項勞動嘅基本權利。不過其實呢，我哋嘅立法局係喺1997年係曾經通過一條集體談判嘅法案嘅，只不過嗰條法案呢太過短命啦，只係維持咗幾個月，咁就俾一個未經普選產生嘅臨時立法會呢係廢除咗。呢個事實充分咗說明我哋一個道理，就係世界上呢冇不勞而獲嘅事嘅。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就算我冇點樣入過學校讀書嘅父親喺細個時候呢，都時時用一句説話教訓我。佢教訓我就話：力不到不為財。由此我哋應該明白，我哋香港嘅工人、香港嘅工會到現在仍然唔能夠享有呢個集體談判嘅權利，係因為我哋付出嘅努力呢係仍然未夠。我哋為呢一個理想所流嘅汗、所流嘅血係仍然係未夠。咁有鑑於此，職工盟呢就希望透過我哋呢個集體談判權嘅研討會，去促進我哋香港呢個集體談判權嘅立法，而且爭取香港集體談判權嘅立法呢，亦都係我哋職工盟3年計劃裏邊一項最重要嘅目標之一。我哋今日呢係十分榮幸能夠邀請到勞工處嘅代表，仲有國際勞工組織嘅代表，以及香港大學嘅學者呢，同我哋對有關嘅問題作出分析。更加重要嘅，我哋仲邀請到台灣金融工會嘅代表呢，同我哋分享佢哋喺台灣以集體談判強化工會組織嘅經驗。我期望各位工會代表喺今日之後呢，係可以將我哋呢個集體談判權嘅爭取呢個訊息呢帶翻去我哋自己嘅工會，而且堅定不移咁樣繼續為呢個目標而努力。多謝大家。